第一线的工作，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热忱表现出来？它还是热忱，而不是表现出冷漠的一面。如果我们要其他问题，我们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？他特别来到我们学校，谢谢。心理讲，那个第6讲是最强烈的、最震撼的一点讲，对吧？知道有人不长进，对啊。还有再上到第11讲的时候，就是最感人的一讲，因为要讲自己的情绪，所以不是说每一讲什么好坏，但是它都有它的特色。可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想，因为我记得来这里不要跟你们演讲，为什么不演讲？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要演讲？因为从卡内基的经验我知道，讲师在前面讲话都是没有用的。真正一个人要有收获、要改变，常常你们自己讲是没有用。那我们如果是很希望我在这个20多分钟会有用，没用就不要在这里讲。那我不讲，你们也不讲，当然不讲话不行啊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好，现在就可以谈你的感想，谁要第一个跟我分享？谁要？